文化新眼界，咱镜头来家人。家人和平岛伫2冬前发现西班牙的教堂，考古团队发现这个400冬前的遗址，为着要让民众会当了解历史，地方政府甲大学合作，即马透过体验技术的方式，要让民众挖进考古。这片看起来正普通的土堆，其实是400年前西班牙人伫贵人起的自省教堂。贵人市文化局2018年委托清华大学的团队，伫和平岛做考古研究，和本来只敢有文字记录的历史，怎么会当亲目睭看到？我估的所在就是踮咧咱的和平一路的停车场，就是咱即马台船的停车场。即马现场就是有现场的遗迹保留，另外就是在旧年时阵的咱和一路遮嘛有3个考古坑内底有挖掘，毋过即摆已经回填起来啊，安尼。贵人毋但是有特殊的地形景观，也有正珍贵的历史资产。贵人市文化局希望用艺术推广的方式，让民众直接去接触这寡考古成果。时间是对9月19号到11月1号，拢踮咧咱的和平岛家来做展示。主要的展示地点就是咱的和一路遗迹的现场。看新楼这个货柜屋都是主要的展示中心。另外我们也有导览带大家民众呢到我们平一路的现场去看我们现地保留的考古坑。展示中心在这边呢，它其实就是提供了一些资讯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有透过图片，然后透过这个3D 列印的这个立体地图，然后我们也复制了这些重要的这些文物，然后在这个展示中心有一个很完整的这个呈现。那另外我们也设计了常态的工作坊，让小朋友可以在这边透过有点像立体拼图的方式，然后一边玩，然后一边理解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一寡挖出来珍贵文物，证明贵人伫咧大航海时代有正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么丰富的考古成果，伫所落来过外家会用一系列的艺术体验方式，让民众进入和平岛的历史现场。记者综合报道。